月供3000幾蚊，總價80零萬啊！你就可以攞啲嚟我哋港珠澳大橋口岸非常之大嘅一個屋苑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屋苑呢，就係離我哋嘅三姆華發商都環宇城都係非常之近嘅一個全新屋苑啊！小區呢就有流巴車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口岸、華發商都同埋我哋嘅香港荃灣、東涌同埋我哋嘅太子啊！呢一個屋苑嘅話呢，全屋都係精裝修、大橫廳，你拎包就可以入住噶啦。旁邊呢就有大型嘅農貿市場，呢個格局嘅話呢係示範單位，經過改過之後呢，戶型呢相當靚仔嘅。點解咁多香港人會選擇珠海隔離嘅呢個坦洲呢？就係因為佢離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口岸返香港實在係太近啦，而且嘅話呢，總價低、戶型好、交通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啊！香港人主打一個就係衣食住行喺呢度全部都可以幫你解決到，總價60幾萬可以攞低一套3房單位，80幾萬可以攞低一套4房單位，返香港又非常之方便啊！比斗門、比市區真係要抵買好多。香港朋友千祈唔好再捱劏房啦！嗱，如果想要過嚟睇樓嘅，提前話我知；如果想要了解、提前攞資料嘅，一定要訂閱我。我將發展商嘅所有最新資料、屋苑樓層、發展商嘅不利因素同埋佢在售嘅面積，全部都可以 send 俾你。